闻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最近疫情，大家拢真关心变化，烦恼中当镜头，死亡率万不离，若是唱悬，互人看得到地，拢会感觉心惊胆惊，足紧张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，就是兄好影兄第四条，兄就是着囝的意思，像咱讲大兄。另外一个音读做嘿，嘛是第四条，像咱讲嘿惊，若是足惊咱讲嘿嘿叫，代表讲话或者是行为，互人感觉会惊。另外，佫有一个音读做哈，第二条，像咱讲唔通学白哈囡仔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大兄，就是着惊，咱嘛会讲心惊大兄。第二个词读做当囝，有一个意思是讲着惊会惊，另外佫有一个意思是讲一个人足青狂、足懵懂，莫拼鬼青仔长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老的老布丁，少年的较当兄。有时阵看少年家咧赛车，实在互人看得到地，心惊胆兄。想讲要甲因讲安全第一才有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兄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哈，也佫有嘿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